台湾如来看另外一位立委的案件，国民党立委颜宽恒牵涉到这个好体，就是好业厝的假买卖，并且涉嫌占领108万的助理费，来纳一寡买车啦、水电费用甲保全的这个薪水等等。台中地方法院开最后一摆审理庭，若是讲辩论将更加顺利的话，当然呢就等宣判。颜宽恒早起出庭的时，伊真有信心，伊认为讲检察官伫侦办的时，就想要加治罪，伊感觉真遗憾，是讲已经提出对伊本身有利的证据。牵涉经营买卖大间厝含占领助理费的国民党立委颜宽恒，会早到台中地院出席上尾一摆审理庭，对这摆可能是上尾一摆出庭，所落来特别宣判。颜宽恒讲有信心，有信心，平常心面对，只需有的指控我们无需逃避，我们一切都配合调查。颜宽恒因为牵涉经营买卖刷落的别仓，含涉嫌占领108万的助理费，用来买车含支付水电含使用人的薪水。台中地检依法起诉，不过颜宽恒认为检察官在咧侦办时无秉公处理。检察官要积极的把宽衡入罪，这个也是让人感觉到遗憾。那所以针对这些起诉的内容，我们都已经提示完备的证据。那颜宽恒包括涉嫌占领助理费的廉政服，搁涉嫌经买卖帮恶的设计师，嘛拢出庭，不过因伫咧法庭上拢无认罪。听讲颜宽恒要卖厝，是因为媒体大伫咧甲伊放送，才赶紧想要脱手。颜宽恒强调，本正就是想要伫咧选楼卖厝，无影无迹指控，绝对袂接受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